海華發天璽開出呢個價錢啊，周邊啲二手樓冚唪唥都難賣啦。旁邊就係珠海最大嘅華發商都，屋企門口就有1蚊雞嘅巴士，可以坐到拱北關口同埋港珠澳關口啦。樓盤仲自帶埋1800平方嘅超級會所，得閒可以喺度做下尖游下水，呢啲咪叫生活咯。真係冇必要再去睇嗰啲二手舊樓啦，同樣係2萬零蚊個價錢啦，你再買低呢套市區嘅世代住宅啦。先從入門開始介紹下先，呢啲華為嘅智能系統，呢啲櫃都係交付標準。呢邊仲有個生活露台，110個方咧，整咗西服2廳2衛，唔係開間嘅大客廳，南北通透嘅設計，呢啲住到先至舒服啊嘛。腰子型嘅大廚房，仲可以塞得埋雙門嘅雪櫃位啊！呢邊仲有3間房，每間房嘅空間啊都唔算細嘅，配啲家私電器啊就可以入住啦。仲有270度嘅採光落地主人房，呢度啊仲有咁大嘅衣櫃位啊，帶埋主套間設計。二手舊樓嘅價錢，買世代住宅唔香咩？